就是我觉得小朋友都带着很大的压力来这个比赛，好像没有办法忘掉去年也是第2名这个角色。那没有办法正常发挥，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调整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让他们放掉这个压力，好好的去享受这场比赛。那小朋友他们都很尽力在就是迎战这些比赛。今天虽然小小有些失误，但是我觉得整体表现我还算很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先。就是4强那场比赛，第1场调整的不好，整体状况不是很好，然后第2场刚刚算感觉有机会这样子，只是到最后还是不够稳定，所以最后还是把胜利让给别人这样。我觉得有太多的人进，本来可以处理好的，就有一些就突然想就弄掉，很多很可惜。本来这场可以拿下来，放不开。我觉得大家的专注度不够，就是太容易会想放弃。就是其实我从12场到现在，就是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很多小细节我都没有做好，所以就是失误，就变成说我们可以去赢下来的胜利，但是我们却输，对，就因为自己。然后就专注不够，所以才这样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